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美国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克·约翰逊；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出席长寿法会；中国军警殴打西藏前政治犯扎西维瑟；西藏达日县警方发布公告震及被拘留藏人的信息。司政边巴次仁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发表演讲。第5届日内瓦论坛讨论中国统治下各地区的人权恶化问题。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出席西藏儿童村学校成立63周年庆典。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和中国殖民式寄宿学校报告在东京发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10月26号致函美国国会众议院麦克·约翰逊，祝贺他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第56任议长。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对美国两党长期以来支持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语言和传统表示赞赏，并祝愿新任议长麦克·约翰逊在实现美国人民的希望和愿景，以及为建设一个更加幸福与和平的世界所做的努力中取得圆满成功。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三10月25号上午出席了由达兰萨拉辩经学院、色拉杰哈东康村、流亡藏人商业协会和拉昂平3个藏人团体为尊者举办的长寿法会。长寿法会由第104任甘丹赤仁波切和仓曲仁波切主持，包括格鲁派高僧功德林仁波切、古汝朱姑仁波切和洛谦仁波切，以及觉囊传承的代理法王等藏传佛教各传承的高僧及数千名藏人僧俗民众参加了法会。另外，据西藏观察官网发布的新闻报道，西藏前知名政治犯、语言权利活动人士扎西维瑟在青海省玉树市发布了一段政府工作人员拒绝为他的营业执照注册申请的视频后，于上周二10月17号遭到中国警方的殴打和拘留。据悉，扎西维瑟被玉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逮捕，被移交给玉树市公安局，并被拘留了3天，期间受到刑讯逼供。据西藏观察官网报道，玉树市公安局局长和副市长胡志赛对他实施了残酷的殴打，而扎西维瑟的商店也被当局强行关闭。西藏观察在报道中指出，对于同样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前藏人政治犯来说，谋生越来越困难，即使在出狱后，他们也不断受到当地官员的监视和无端骚扰。另据西藏观察官网的报道，西藏安多达日现中国统治下的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警方于上周五10月20号任意拘留了8名藏人。据一位了解相关情况的消息人士向西藏观察表示，他们被指控收取宗教供养及捐款。报道指出，达日县公安局当天还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呼吁当地藏人积极举报与被拘留者有关的线索，并表示将根据相关规定给予重奖，同时警告其他隐瞒此类信息的藏人将受到严厉处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10月23号访问美国马萨诸塞州藏人社区，受到西藏人民议会北美区议员顿珠次仁、当地寺院的代表以及该州藏人协会主席和会员，以及波士顿藏人协会主席及民众的热情迎接。在当地展开访问期间，司政向马赛驻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工发表题为《西藏为何重要》的演讲，包括区域经理科比加德纳莱文、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州长莫拉西利
以及副州长德里克斯尔等出席活动。司政在演讲中强调了西藏和青藏高原深远的地缘战略意义，同时也概述了第16届嘎夏的政治方针，即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及组织合作，巩固西藏的历史独立地位，并驳斥中国政府散布的虚假言论。随后，司政边巴次仁在当地出席了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喇嘛尊者国会金质奖章16周年纪念活动，并与阿莫斯特的藏人民众进行了互动。司政还于10月22号在驻北美代表郎杰曲珠和驻北美藏人联络官贡嘎扎西的陪同下，访问了美国康奈狄克州的藏人社区。随后，在前往该州诺维奇的途中，拜访了加里森学院的西藏基金董事会成员。司政还于10月18号向华盛顿特区及周边地区的藏人民众发表讲话。司政向与会者概述了第16届嘎夏的愿景及执政方针等议题。司政在拜访美国国会大厦期间，会见了美国国会的领导人，并会见多名美国两党的议员，为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顺利通过进行了游说。与此同时，司政还于10月21号对纽约和新泽西藏人社区的访问期间，向当地藏人民众发表讲话，并与30多名各藏传佛教中心的代表举行会谈。期间宣布在2025年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盛大的90岁华诞庆祝活动，并将该年定为和平年。在会议结束后，司政边巴次仁在当地的台湾中心会见了多名来自中国的学生，讨论了藏中冲突的起源和历程，并强调藏人行政中央致力于以达赖喇嘛尊者所倡导的中间道路为基础的非暴力解决方案，通过对话解决藏中冲突。另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举办的第5届日内瓦论坛，于本周四10月26号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会议中心中开幕。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主持了中国统治下各地区的人权恶化状况为题的论坛开幕式。立陶宛议员阿鲁纳斯·瓦林斯卡斯、瑞士国会议员尼古拉斯·瓦尔德议员通过网络致辞。今年的日内瓦论坛以人权趋势、中国各地区的人权状况、压制声音、中国的同化政策和对维权人士的镇压、发展还是新殖民化、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和其他地区和中国的全球足迹、监视与跨国镇压为题，在专题小组会议上讨论和审查中国的人权记录。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学者、外交官、智库、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等出席了论坛开幕式。日内瓦论坛是在联合国对中国进行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的背景下展开的。首届日内瓦论坛于2018年11月2号举行。与此同时，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校于本周一10月23号隆重举办了成立63周年庆典。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功德林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苏南丹培和代理司政加日卓玛作为主宾出席了庆典。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向西藏儿童村学校在过去的63年里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赞扬学校的管理层和教职人员在提供教育以及培养藏人儿童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部长还对达赖喇嘛尊者已故的姐姐次仁卓玛、妹妹吉尊白玛及前教职人员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议长堪波苏南丹培和格鲁派高僧功德林仁波切在发表讲话时，呼吁境内外藏人和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共同努力保护和弘扬西藏的传统文化。随后，功德林仁波切及议长分别向服务满20年的教职员工、优秀学生颁发证书和奖章。请继续收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西藏行动中心、国际西藏网络和西藏司法中心于本周一10月23号在东京新宿文化中心举办了联合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题为《西藏达赖喇嘛与转世的地缘政治》和中国在西藏庞大的殖民式寄宿学校系统2份日文版的报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旺加布阿若亚博士在会议上发言时，着重谈到中国对西藏历史的叙述缺乏可信度，并表示，尽管中国占领西藏70多年，西藏强大的宗教文化认同和坚韧的力量，中国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统治西藏的合法性。而西藏行动中心、国际西藏网络和西藏司法中心的代表也就发布上述2份报告的初衷，以及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宗教自由状况，呼吁日本民众阅读上述2份报告，及谴责中国在西藏的镇压政策和相关行动。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